再来看传出负责总统行政专机的空军专机队一个涉任的飞官违法用手机甲总统专机逐工的任务表传起一寡毋是公务的群组有涉密的嫌疑。上级部是发这飞官减速18天，就是伫歇困日伫爱伫营区内底自我反省18天哦。也毋过军中有人批评讲，这款处罚伤轻哦，无公平。空军司令部是回应指出讲，这案是113年5月发生的代志，嘛已经按行政程序完成处罚了。过去就是虎口5航行政专机空军专机队，专接执行包含总统等政府首长甲国军高阶将领行政专机的任务。暗过所传出一个涉任的上尉飞官为威胁，含副总统专机任务甲负责维安的神经技术的单，佮传到非公务军组技术涉密。这已经严重影响到我国的国安，那甚至是包含元首的人身安全都受到影响。那我是希望说，国防部一定要彻查到底，行政调查、司法调查都必须要去追究，绝对不可以宽待。因为传出上级部干那减速18日的处罚引起群众内部批评处罚无公平声音。空军回应代志发生在去年5月，在今年5月接到反映，马上由相关部门完成案件调查，已经照国军交通安全中庭规定来处罚。未来保防交通等部门会无定期到单位实施保护警保密督检。这个泄露的时机是持续的话，那不好意思那很可能外界就会论断说你是另有所图了。中国人要的就是这个，我们叫及时的资讯。说真的，他们还真的可以发动所谓的斩首作战。专家认为，敌军虽然应透过卫星等方式整合咱的相关机队等资讯，不过真歹确认亲像是起飞的前阵时间等，那相关性质外泄，会互敌军掌握上重要及时动态，进一步有执行斩首任务等行动机会，向惊危及国家安全，呼吁国军爱重视相关的缺失。记者综合报道。